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赖清德总统就职第2天发表国庆文告，宣布咱会打造台湾之盾来强化防空系统，嘛呼吁中国放弃武力威胁台湾。今年的城市国庆由威廉波特上榜的总冠军带队入场，同时前个汤宝宝乐团还有中华大春国小合唱团演唱台语民谣。菲律宾南部外海早起9点44分发生规模7.4非常惨惨的大地震，菲律宾发布严重的海象警报，要求沿海民众赶紧脱离。来看今年的国庆大会是赖清德总统就职第2天发表国庆文告。总统是强调，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天。虽然面对真侪挑战，也毋过台湾人民无放弃希望，展现出韧性。总统嘛强调讲，咱经济成果都爱互台人会当过好的日子。针对两岸局势，总统强调讲，咱会来打造台湾之盾，来强化防空系统，嘛呼吁中国放弃武力威胁台湾。见到立法院会长古武官司，搁再带团来台湾庆贺双十国庆，总统赖清德甲伊双手握红颜表示感谢。巴拉圭众议长拉多雷也讲一段中文。参加咱国庆的外宾194人，包括高团120人的庆贺团，分别来自友邦巴拉圭、贝里斯、加圣卢西亚，还有日本、瑞典等国家，展现彼此的友谊。赖总统任内第2遍国庆文告，主题是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还有战争的力量，立大关键力做核心元素。讲到今年的时代意义，今年是台湾民主化历史性的一年，就在上个月。9月10日，台湾解严、解除天数，正式超越了令人窒息的戒严统治天数。面对国际政经局势快速变化，一个美国关系政治的挑战，赖总统讲到台湾的半导体等产业带头缔造的经济成就，也提出3大策略，规划经济战略。变动的年代，也是机会的年代。台湾的经济表现，世界有目共睹。我们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既不可能被撼动，更不可能被取代。一个确定的台湾，将是不确定的世界一股重要而且可靠的稳定力量。对区域安全，赖总统重申用实力维护和平，强调维持现状，继续强化社会韧性甲国防实力，也宣布将会建立台湾之盾防空系统，加强防御，加速打造台湾之盾，推动建构台湾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为台湾编织保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网。我们也期待中国能体现大国的责任，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2战历史文件，并且放弃以武力及胁迫方式改变台海现状，共同维护印太和平稳定。赖总统也再一遍向中共发挥，应该共同维护台海甲印太和平，上面肯定各人的团结甲强韧，希望各界共同守护家园，继续展现勇敢向前行的台湾精神。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的国庆大会，立法院长嘛是筹备委员会主委韩国瑜一上台就唱歌感谢去华人斗救灾的沙跳超人，伊用3座稳型的绑山湖来比喻咱台湾目前面对台海战争、东派恶斗、佮有对美关系3项危机哦。望讲政府会当互危机来转变做护国神山。昨传出讲有人用立委的名假恐吓批去警政署，讲国庆日要伫总统府开枪，所以今年国庆维安嘛较严格。大批维安宪兵人员卡扫今年双十节大会，维安人员高规格，就连总统府顶楼也安排做结束台面，唔敢疏忽，因为前一日传出有立委黄某名假恐吓批到警政署庆写国庆日，被伫府前开枪扫射。
刚刚蛮严格的，就是进来之后，他要我把口袋东西都掏出来给他看。以前委员本人进来，委员的包包是不用看的，那当然全身扫描还是要做。但今年从最外层开始，委员本人的包包就也要看，确实维安的强度是升高了许多。目前警方已经在调查，初步检判，会 IP 是境外活动现场无出现冲突的代志。立法院长兼庆州会主委韩国瑜，搁较一就台就唱一首国温加强，向全球朝廷致上相关的敬意。多少人流血流汗。只是话一顿，韩国瑜强调，台湾需要修复的，唔那是花莲光复乡，更加以3座稳型的防山湖，比如台湾东征的规矩，分别是台海战争、东派恶道、甲对美关税谈判。光电板占用的破坏了我们的山林良田，黑心商人非法开挖的美浓大峡谷。被大罢免撕裂的台湾社会，被去中化所激化的战争激励，我们必须用最快的时间，将这些隐形的、极具威胁性的隐形堰塞湖改造成一座一座护国神山。在野党方面，国民党伫党中央前升旗典礼，向执政党发声。民众党虽然由主席黄国昌传领党籍指挥出席，不过也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团结台湾。在去年说要团结台湾、要共圆梦想的赖清德总统，可以认真、虚心的想一想，为什么过去这1年，民进党政府带给台湾的只有分裂、对立，甚至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国际局势充满了变数，而对于两岸关系，绝对不可以把整个台湾的未来、中华民国的未来交在华府跟北京的手上，要建构在我们最重要中华民国自立自强。罗总统是任内第2个双十节，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因为无法度进党新两国轮，今年犹原是选择无出席，但最近甲蔡英文2个人是坐做伙互动热烈，佮较甲后壁的朱立伦参黄国昌难第4个人做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双十国庆是由国防部联合乐队演奏2024年世界棒球12强的歌曲，威廉波特少棒的总冠军顶替队伍坐车入场。今年的国歌是由中华县大村国小合唱团、高新住民甲社会公益的代表做伙来领唱。落尾空军的永鹰高教机是放30彩烟，飞过总统府。声势威武震撼，将近100人伫总统府前摆阵拍太极鼓，声势正大。台湾太鼓协会为双十国庆日场展开序幕。2024年世界12强乌鹰歌曲照一起响起，重回感动人的公映时阵，搭配国防部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人情技术甲队形变换，还有新民高中表演艺术科、屏东南面高中行政管乐团、总建高级表演艺术科等团体率来演出。进入国庆大会阶段，国歌响起，CH4怪 SD 切努克直升机吊挂大北国旗，各队2台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前的天顶。国歌领唱是由中华县大川国小的合唱团，也加协选113年优秀新住民代表甲社会团体公益贡献金质奖的代表吴淑梅、陈凯迪、林彩妮共同演唱。以大雁队形通过。气势十足的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车队上场做监督。新北市警察局基警队是伫20年后，搁再应邀伫双十日游行，基警穿真醒目的服装，马嘛经过用心训练加整整，迎接荣耀英雄车队，包括2025德国莱茵鲁尔世代运代表团、威廉波特世界少棒总冠军东方国小等真侪选手，在英雄车队阵容。
尾场精彩节目由5台雷虎小组永远国教机放红、蓝、白3色的彩烟飞过总统府的天顶。这原来是雷虎小组换装永远国教机了后，头一届伫双十大会典时，为双十大会做一个圆满的结束。记者采访报道。今年的国庆礼赞，中华大春国小合唱团佮糖宝宝乐团斗阵演唱5条正经典的台语歌曲。这几日有当4前的囡仔哦，运用真侪时间的练习，伫台顶是表现了真赞，甲合唱团的斗搭嘛真好，嘛互看甲真感动。伫国庆大典的国庆礼赞演出，有中华大川国校合唱团的小朋友和糖宝宝乐团做伙演出5条的台语歌，有月夜愁、黄昏的故乡、山顶的乌狗兄、流浪的吉普赛姑娘和水车姑娘，双方的合作是非常斗搭。为着这场表演，因伫透早7点就已经开始练习。大川国校的校长希望透过台语歌来拼补己的传承，尤其是伫重要的国庆大典演出，互因感觉真荣幸。合唱团成军25年啊，唱台语歌来合适咱的文化、咱的语言。这么大的场面，囡仔讲真正有淡薄仔紧张，所以不管是伫咧学校，抑是伫咧厝里，因拢会伫咧找时间练习。爸爸讲袂歹，但是爱搁较练一寡，若有时间我就会练足一遍。这届和大川国校做伙演奏的是糖宝宝乐团，学生唱歌因着奔土皮舞。团长讲，为着要准备这届的表演，因开真长的时间来练习。对这个特殊的成长者来讲，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这6条歌学超要4、5个月啊，因要练这个歌练足久的安尼吼。啊，不过这个囡仔吼，他们蛮认真的。比较困难，我有克服自己。经过不断的彩排练习，大川国校的小朋友和糖宝宝乐团双方合作甲非常斗默。伫国庆的大会听到台语歌，也互真侪人感觉真亲切、真感动。记者陈轩、林秀凯台北报道。今年双十国庆有将近4000个侨胞回国参加哦，佮有越南的新住民、甲花莲江河乡的原住民，伫典礼外口，甲过去的国庆日同款，嘛有统派甲独派的团体来表达诉求。114年国庆典礼，天气正好，日头正险，将在侨胞伫总统府头前的广场，以国旗表达对国家的支持。今年的国庆相当热闹。根据侨委会的统计，有近4000名的侨胞回台参加这个国庆典礼，当中还有不少的侨胞是清晨5点起来做准备。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有来自世界各地侨胞返来台湾，有非洲的侨胞也特别用2礼拜手工编服装甲头饰，有侨胞让30年搁再返来故乡，也感觉台湾愈来愈好。我所有的朋友都会问我，那我是说，这是受中共的打压呢？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 peace 的。台湾这么发达，这么完善，然后医疗设备对老人的照顾非常好。有马来西亚的侨生第一遍参加中华民国国庆，有来自越南的新住民西装打扮来参加。花莲江河乡的原住民也特别穿阿美族的服装。特别感谢帮助花莲的国人。今天这一套是特别，今天准备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谢这一次我们全国的英雄来帮忙我们部落。侨胞代表行政院政务顾问吴光基伫致辞时阵讲，大商合作和台湾甲世界连结，希望国人相信政府共同守护家园。台湾人以台湾 is helping 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展现坚强且温暖的力量。典礼外口，统派独派团体拢伫咧建国门夜排，独派喊台湾独立，统派批评乱总统，进行统独之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主张双十国庆跟台湾人无关系啦。咱台湾人爱坚持过咱家己的相信线。今天的特别来宾，因为他8天日本跪舔美
双方继续互拿互相呛声，警方出动真侪人力维护现场的秩序，避免发生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各党的国庆典礼送予来宾的礼物包，拢特别用心设计过、嘛建过，这全部拢是台湾制作的。今年是有滚水罐、手巾仔、帽仔等礼物，民众是学了讲设计了真水、真介意。民国114年的双十典礼真热烈，透早就有真侪受到邀请的贵宾提早到位，收到国庆礼包，随摕出来用。亲像民众头壳顶戴的这顶帽仔，就是今年国庆礼包内面的其中一项。内底阁有国旗、滚水罐、手巾仔、喙罨等等，全拢是台湾设计、台湾制作，摕到的民众拢真介意。水干仔吼，材质吼足好诶，触感足好诶，嘿，咱的迄个双十国庆的这个标志啊，标志吼足好看诶，配色嘛足水诶，嘿，这个迄个手巾仔摸起来吼，迄个手感啊，甲迄个材质拢足好诶，我足介意诶。我觉得蛮好的，对，蛮有具代表性，对，也有国旗。有民众的清查专工展现国旗的元素。因为10月初10，除了是咱国家的生日，也是伊的生日。为我妈妈母难日庆祝她老人家身体健康，然后还有我们全国、全世界也是无灾无难，哈！希望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永远的幸福快乐。国庆节快乐！也有民众热情摕国旗画挺台湾，搁专工对国外转来参加。阮是大阪的同乡会。一起回来庆祝国庆。一年一届的双十典礼，除了有精彩的表演，也有各界展现对国家的爱。展现总统赖清德伫国庆演说当中讲的：“台湾是全体台湾人的台湾。”记者陈新龙、曾俊佑台北报道。早起各县市拢有办升旗典礼，南投县伫中兴新村大运动场来升旗，只要民众的清操国旗的元素，就当领一个国庆的地杯仔来做纪念。有人是穿国旗衫，嘛有人嘛有民众替狗仔是为国旗的阿妈滚紧，咱做伙来看卖。中兴高中管乐队演奏，并和国小合唱团带领大家唱国歌，迎北国中二队提国旗入场。这是南投县的国庆升旗典礼，透早就吸引为咗民众来到中兴新村大运动场参加。有人提大柄的国旗，嘛有幼稚园的囡仔挂家己做的国旗手表啊，第一届来参加国庆升旗典礼。我有带国旗手表，想要参加升旗典礼，因为是中华民国的生日。有国庆的装扮的话，就可以拿到一个杯子和一串香蕉，我很开心。每年的这我就特别来，特别装扮。今年的国庆宴会头摆伫南投举办，官府特别做限量，面顶有印国庆宴会伫南投的地杯仔，发放予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全国国庆的焰火，今天晚上8点到8点40分，我们会在工商会展中心释放43855发的焰火，欢迎所有的游客、乡亲到南投来观赏焰火。国庆宴会下暗8点就会伫南投县南投市马路溪边放40分钟的宴会，除了布画墙边，南投市公所也伫疫情大厦甲往来园区设山顶的观赏点，而且规划着市集、美食甲表演才活动。南投县府欢迎民众离时先到地甲博览会啉茶，暗时欣赏国庆宴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今仔是国庆连假的头一日咯，天气真好，国道早起7点车就真多。高速公路局表示讲，早起包括国道1号落南、高架机场系统杨梅、国道5号落南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顶高的路段，车拢会真多。要使用西部国道的话呢，建议可以在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上路。如果要使用国5，建议可以在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或者是可以改走替代道路的方式，以台61去取代国1、国3。那中部地区的民众呢，可以如果要走南投往返台中的话呢，建议改走台63。
高速公路局预估，今仔国道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2倍，落南的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哦。所以今仔国道落南的车会较济，下晡5点过哦，路还较好行。因为国庆烟火是伫南投放，所以国三落南草屯到民间哦，国三往北第三到中兴路段有可能会正塌。再来看台湾高铁伫9月2日开始实施临近车厢的新制度，有真侪家长就讲哦，带囡仔坐车，即马压力是愈来愈大。高铁上新的统计是指出讲，红看到的有超过70%拢是大人伫车厢内底看讲电话、看戏哦，囡仔吵闹只有少数尔尔，所以望旅客当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双十连假到啊，真侪家长是带囡仔去坐高铁。最近因为社区网站有乘客发文讲，伫高铁拄着囡仔伫车厢内面咧吵，违反宁静车厢的原则，引起讨论了，搁甲文章抬掉。虽然高铁早就强调宁静车厢毋是针对囡仔，但真侪家长嘛是有压力。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会担心会吵到其他乘客嘛，所以小朋友如果是讲不听，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会抱去就是车厢外面？可能给他画画、玩玩具，他可以安静的待个1个小时到2个小时，我才敢开始带他坐大众运输。高铁公布统计数据，对9月2日宁静车的新制开始实施以来，拢总是坑到13000外件，有半数拢是伫车厢内伫讲电话，搁有要3成是大声伫讲话，另外超过2成是看戏出听音乐无挂耳机。高铁强调和囡仔有关系，敢若足少的个案，搁一摆呼吁社会做伙支持包容囡仔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逐当的国庆哦，咱拢爱来关心今日有偌济国庆阿姨啊。今仔早起哦，北部的病院，包括成功、阁有大安、国泰哦，拢有少几个打出世的国庆阿姨啊。内政部是统计讲，今年9月出世的囡仔是有8603个人，比较过去旧年同期哦是减少3189个人哦。咱台湾的人口数嘛已经是连续21个月拢是负成长咯。拄啊出世的红婴倒伫病院的红婴村国身区红记记，目睭刻刻，一直10月7日相识透早拄啊出世，正是正做国庆的红婴仔。我的预产期是10月11号。那我原本是一直想说，大家说可能不一定是足月就会生，可能前面38周、39周就会生，就没想到就是他就是自己挑了10月10号，以后他生日大家都放假的感觉。回想生产过程，会当讲也欢喜也疲劳，这是妈妈洪小姐的头一体，10月顺利生产。到70早起，各地拢传来好消息，包括成功病院有2个，大安病院1个，还有国泰病院10加新德分院，拢总有5个国庆红婴出世。不过小组化出事严重，第一线医师真有感觉。我刚来新光医院的时候，我们1个月都应该可以生100到200个左右。那目前今年的话，平均大概都是70到100个左右，所以大概也是少蛮多的。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9月出世的有8603人，折算年初出生率是4.49%，比去年同期减少3189人。今年前3季出世的人数是比去年同期减少16352人，整体来讲愈生愈少。之前就是从补助开始的话，的确是蛮多有就是新手爸妈的产生，就是怀孕率有上升蛮多的，但整体还是持续下降啦，有可能就是大家的观念改变。另外，算到今年9月底，台湾人口数是23317031人，已经连续21个月负成长。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9.8%，离超高龄社会20%敢若差一步。人口问题恐惊也是短期无法度解决。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回答台湾总部用地卡关哦，成功领袖张新明指出讲，台北市政府负责协调台北树林科技园区 T17 到 T18地上权的移转，才会卡关，佮呼吁中央出面协助。今仔早起，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国庆升旗典礼时表示讲，成功领袖过去3冬来拢无开发土地，今年7月哦，市政府就一定通知讲，若无要开发，会解约，把土地收回来。新售它心肌病变成不再存续，那当然基于这样的状况，我们不容许持续3年多都没有开发行为，接下来就会走入到终止合约，我们就会将土地收回。蒋万安强调讲，回答嘛已经有通知市政府到找台北市其他的土地，
产权较复杂的 T12，即马嘛会整合，搁剩3、4个地主还未答应认领，机会是真大。张万安嘛强调讲，回答是望成功领袖甲台北市政府解约，市政府搁再透过专案甲地上权设定互回答。再来看美国的迪士尼集团透过台湾纽约办事处牵线，要对高雄参理大学找至少20个实习生做一档1点钟的薪水，大约是新台币550块。这嘛是迪士尼头一摆来台湾找人，2天的说明会就有超过300学生去报名。全球各地迪士尼乐园吸引真侪观光客，要支持乐园运作，也需要认定这个月7、8、7、9迪士尼第一摆来台湾招募实习学生，锁定高产大学生，提供1年有薪水实习机会，每礼拜30到37.5点钟工时，时薪18美金，合台票差不多550块。从小也很喜欢迪士尼，看迪士尼看很久，那我也是对于这个部分非常感兴趣，然后也很希望能够入选。给自己设一个坎，就是说，我感觉自己办不太到，但就是自己一定要做心理建设，就说告诉自己我一定能跨越这个坎。实习时间1年，有人会争取入选，搁拍算 MB。 Our latest key, which is inclusion, it supercharges all of our keys. So we have a bi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eam, and they help kind of teach different students how different cultures do different things. 迪士尼过去招募大部分是美国境内或是提供予中国、韩国留学生为主，受限川普政府所案外籍留学生政策甲签证问题，转向台湾找找人才。啊，不过签证问题是唔受限制咧。Program they use a J visa. We have not seen anything with the U.S. government right now with the J visa. There's been no issues. The visa seems to be around work visas. These are an educational visa. So right now we've seen no issues at all with the visa. 今年有日本文创业者来台找人才，学者认为国际人才刷订单算是普遍的现象。这是一个跨国人才的移动，多元文化的现象出现，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多元人才到他们公司里面去。学者提醒海外找头路上重要是有权能力，也确保公司能信任。业者有名跨国集团的海外实习或者是工作经验，确实能伫求职过程加分不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份上新的世界大学排名，咱台湾是以台大表现了上好，排伫第140名，比顶年进步32名。其中台大佮阳明交大第3合合作，摕到满分是排世界第1。国际愈来愈侪机构加入世界的大学评比，毋过全球3大学术排名 QS、THE 加 ESI， 台湾的大学也是正重视。THE 上新世界大学的排名，台湾的大学内底台大表现上好，第140名，比顶一个年度进步32名。中国医药大学第301至350名，台科大、清大、阳明交大、台北医学大学甲亚洲大学第401至500名，成大、台师大、分科大是501至600名。台大表示，教学研究产学合作国际化评比拢有进步，产业合作满分排名世界第1，产学合作同款满分的阳明交大表示，总排名差不多，国际化爱搁变。我们的产学的研究的专利数，或者是老师平均的拿到的产学计划的这个金额等等的，好，那这些都在全世界前1%左右。国际的著作的比例，或者是说这个国际的教师的比例，这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THE 评比用教学研究环境、研究品质、国际化加产学合作5大指标，教学甲研究都占88.5%。台大杜志辉教授黄无宣讲，台湾前本的大学产学合作表现拢袂歹，不过这个指标刚占4%，对排名影响无大。他 research 就将近60%，国际化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台湾国际化的分数都很低，那近年来是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是不够。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在研究上，你怎么样往上推。吴宣表示，无共排名系统的指标无啥共，只需共一间大学伫无共排名结果会有争差。不过规个来看，研究也是相对较客观。真侪年来拢讲，加提升研究最好好，国际化排名当然就会进步。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菲律宾南部外海伫早起9:44发生规模7.4非常惨惨的大地震。菲律宾当局紧急发布上悬顶级警报，讲会发生造成性命危险的海中，要求中部、南部真侪省的沿海居民赶紧撤离。
菲律宾南部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有媒体是指出当地有官员讲地震是非常的大，无建筑物受到损害。咱国的中央气象署伫早起9:56嘛发布海中的消息，讲太平洋地区可能嘛有海中，要爱密切来注意。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小战2天了，伫美国总统川普积极协调，双方总算签协议，宣布要停止交换人质。以下冲突已经造成67000外巴勒斯坦的民众死亡，未来要安怎终结，要安怎来消毒修复，更有真侪挑战。伫白宫的办公室甲芬兰领导人的会面中，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色列甲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双方会伫72点钟内完成第一批人质甲犯人的交换。以色列政府已经展开内阁投票，美国电视库什纳甲维克副校长确保协议落实。I think it's going to be great. I think it's the hostages will be coming back Monday or Tuesday. I'll probably be there. I hope to be there, and we're planning on leaving sometime Sunday, and I look forward to it. And everybody I see is celebrating in Israel, but they're celebrating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oo. 停火消息传出了后，加沙汉尼斯基路响起欢呼声。真侪有罗部处的居民表示，虽然战争结束，也毋过伤痕犹原伫个。有负责人指出，加州超过100位亲人死伫战火。这份协议虽然无法度消除伤痛，也毋过至少会当互囡仔重返校园。كثير مبسوطين بهيك راح على الأقل بنصير نأمن أولادنا يروحوا على المدارس بدون خوف، ينزل أولاد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بدون خوف، نتأمن أنه نقعد بخيامنا بدون خوف. الحمد لله أنه وصلنا لمرحلة أنه خلصت الحرب برغم أنه جراحنا مش حتنتهي. 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停火协议会伫内阁会议批准了后24点钟内生效。24点钟了后，封关伫加沙的人质会伫72点钟内放放出来。哈马斯高层也公开确认，双方已经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内容包括提出以军、开放边境、稳准援助进入，佮释放2000多名巴勒斯坦犯人，其中包括儿童、妇女，甲终身监禁的犯人。تعاملنا بمسؤولية عالية أمام خطة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وقدمنا ردا يحقق مصلحة شعبنا وحقوق شعبنا وحقن دمائه ويتضمن رؤيتنا لوقف الحرب. 以下冲突已经造成超过67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也付出真大的代价。停火协议签署了后，安怎重建社区、消毒修复，犹原是未来上大的挑战。公司新闻陈伟霆经建讲编译。来看中国的商务部昨公布有史以来上严格稀土出口管制，全球的高科技产品拢会受到影响。各界的半导体、人工智慧等供应链即马是拢错的蛋。后面嘛正关心讲，嘛表示讲，这会造成双方贸易关系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嘛强调讲，会考虑停止对中国进口商品。中国商务初九伫网站宣布重要信息，12月初一开始要进一步扩大管制稀土，管制范围毋但是干那中国出口的稀土，是要管制全世界任何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产品、技术甲相关设备。也就是讲，中国要求所有参揽中国稀土超过0.1%的外国产品，也是用到中国的稀土技术，拢要经过北京的同意。北京这个信息，就哪像向全球高科技供应链宣称，因为中国商务部特别讲，若是用伫生产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先进的记忆体晶片、半导体制造测试设备，也是有军事应用发展的人工智慧，这种的稀土出口拢要个别审查。另外，边啊军事用途、乌名单甲境外的军事用途，中国拢未同意。这时间点拄当是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要伫10月底南韩亚太经合会 APEC 场边会谈的时阵，川普接受记者访问，大声是讲，伊也未接到简报。再来，伊阁讲，中国已经停止买美国的大豆，无定美国嘛爱停买中国货。We import from China massive amounts, and maybe we'll have to stop doing that. 欧盟是不加忧心，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讲，出口管制会对欧洲企业造成实际的影响，尤其是高科技甲军事供应链。欧洲议会嘛讲，中国的出口管制有威胁的性质，呼吁爱加强行动，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The Commission expects China to act as a reliable partner and to ensure stable, predictable access to critical raw materials.
中国毋但是全球上大的稀土生产国，佫是全球的稀土加工甲精炼过程有主导地位。不过，稀土并毋是真罕见的矿物，最主要是精炼是高耗能、污染重，再集中伫少数地区。Because rare earth elements are not rare, but they have this name, rare, right? It gives them this sense of mystique or mystery that makes you think or make the obvious assumption that they are in fact scarce. 目前美中贸易正在谈判，90天占休期的最后一个月，10月底南韩 APEC 川西阁要会面，中国扩大管制稀土，若是要做谈判本，嘛要提高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嘛全世界感觉到建立安全的供应链是真要紧的代志。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诺贝尔和平奖特别公布了，伫以色列北部有农民伫因的田里钉现出 Nobel for Trump 的字，呼吁讲和平奖应该得爱颁予美国总统川普。也毋过，受民众认为，虽然川普促成加沙停火，也毋过这嘛毋是个人的功劳。以色列北部有一位农民伫咧因兜的田内面立出正大的字 Nobel for Trump， 呼吁甲和平奖颁予美国总统川普。伊讲，因为川普的斡旋，以色列甲哈马斯才法度签停火协议，并且释放人质。和平奖将会伫咧奥斯陆公布，大家拢正注意是谁人摕到。伫挪威奥斯陆的路的，大家看法无共款。有人认为川普虽然促成加沙停火，不过也无够格摕和平奖。也有人讲，中东和平并不是川普一个人的功劳，其他的领袖也正关键。I think Donald Trump is more deserving of a Nobel Peace Prize if he's within the requirements, of course. I don't think Donald Trump deserves the prize based on that one incident. It's been other incidents as well that I am disagreeing in when it comes to keeping peace and order. 其他诺贝尔奖是伫咧瑞典斯德哥尔摩颁奖，不过和平奖会伫咧挪威奥斯陆颁发。和平奖评选流程是每年1月底进行，全世界几落千位教授、国会议员、家政定数提名，名单交予上述各本加外部的专家小组审议，慢慢缩小范围。到热天，候选名单只敢剩少数人10月公布结果。今年总共有338项提名，不过完整的名单会放存50年未公布。Alfred Nobel formulated very clearly what he want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be about. It's for those who have done the most fo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disarmament or abolition of standing armies, or the holding of peace congresses. That was what he wrote in his will. 今年的和平奖唔但是肯定个人的成就，也是对全世界局势回应，对中东停火到俄乌战争，搁再到人道组织的努力，谁人会当得到这份荣耀，将会是国际注意的焦点。得奖的人除了会当得到颁发奖章加证书，会当摕到1100万瑞典克朗，超过代票3500万的奖金。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流感疫情长的关卡有需要民众适当来利用相似廉价休困去注疫苗。部分的病院甲社区这几天嘛是会当去注流感甲新冠疫苗。头一个阶段公费的疫苗对象是开放予65岁以上的老大人，55岁到64岁原住民，佮有6个月以上的幼囡仔，佮有国小、高中职学生，甲一寡高风险的病人拢会当去注疫苗。来看，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气象署将对全台湾发布高温警报，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新竹县的环保局就专工来传高温调试包，内底是有帽仔、水果、有开水，免费送予警察、清洁队的人员甲农民。清洁人员拍大日头，徛伫大路边扫，受太平洋高压影响，中央气象署对全台湾发布高温资讯。根据新竹气象站指出，这礼拜新竹地区气温拢有36度以上。太平洋高压它的强度非常的强，影响台湾地区的高压势力比较偏强的状况，使得带过来的比较干燥的东北风，所以在整个太阳的照射之下，整个温度都有偏高的现象。那所以在整个新竹地区的话，我们目前测到的高温，大概来讲就是这几天最高温都有到接近差不多36度。天气热热热，把外口做事的人热到特别冻袂调。今年的夏天比往年高热了，一年比一年热吧。我们还是做这个工作，自己要调试吧。多喝水，然后戴帽子，擦那个防晒乳液。
让锚点打湿就感觉比较凉。就为着预防热伤害，新竹县环保局也有传降温的包啊，要免钱送予辛苦的警察、清洁人员以及农民。有水壶哈，我们要多喝水。那有扇子，那就是很热的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个体温的降温。那还有一些帽子啊、遮阴啊，哈，那还有一些凉感巾等等的这些设备，那提供给长辈跟外勤人员，还有一些劳工朋友来使用。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去注意一个环境的变化跟自身健康。环保局也提醒民众，预防热伤害的关键会当加啉水，避免长时间晒日，穿较通风的衫裤。若出现头壳晕、抱心、到凊汗的症头，都要紧休困，刷到较凉的所在。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来看，昨早起9点外，屏东有一间餐厅的头家，伊拍开铁门，也毋过铁门个搞，伊人就要软入去，结果铁门哦规片落落来，险啊就去讲，互铁门讲着。有铁门业者就表示讲，使用10外档的铁门零件拢旧咯，所以呼吁讲这个爱定期来维修，嘛呼吁讲铁门个价人上好卖出入。初九早起9点外，餐厅头家拍开铁门，当铁门压力加重的时，伊真紧行入店内，也毋过无到5秒钟，铁门刚刚一半突然规个落落来，互头家惊一跳。铁在撞击的声音、摩擦的声音啊，咔咔咔。然后我就一样像往常一样，就直接走进来，然后走进来不到几秒钟，就突然砰一声，整个铁门就掉下来了。头家讲铁门落来进前明显有杂音，迄当时感觉奇怪，也无收注意。无偌久铁门就落落来，请人维修发现是加动铁门的链仔落落来造成的。无排除是铁门已经使用10多年啊，零件故障所造成的。链仔内面有一个片迄个落去的，落去阵就走落来啊。什么叫片？就是用那个板子嘛，吼，那个。伊哩链条有几条的，无可能讲拄啊好。寸尺拄啊好，迄阮是走入去的寸尺。忙一个就要加好去，对不对？迄铁门迄很重呢。哎呀，迄个地着就害呢。维修业者讲，加好安装的铁架门，寸尺无共，会以链仔连接片来精简链仔的长度，以符合个人的需求。平常都爱定期请人维修保养，一旦发现使用铁架门的时出现类似弄击的声音，都爱注意，一定爱找人检修。为着确保安全，也千万唔通伫铁架门加动的时阵为下面行过。就算铁门无加到底，也爱确定是铁架门停止开关了后才通过，才袂发生危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政府推测社会人就业，望讲会当来消除欠工的问题。台东县政府最近就办7场就业课程哦，互想要搁再食头路的有会人会当先来体验无共课程的工作内容。15个参加台东县研发就业课程的长辈来大卖场做这场的体验，透过卖场员工的导览甲物品上落架，还有介绍收钱的流程实际操作，互长辈真好奇，嘛真用心学习。也让我们增加某些日常用品的那个选择。推动的银发人才的就业，都是我们这现在未来要进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台东县消费处表示，配合政府推测研发族再就业，今年台东县每个月希望会当小改成工15人，啊，不过为着互登记就业的长辈会当适应这场环境，县政府规划的7场课程，特别安排2场是这场的体验，互长辈先了解工作的性质。提供这场体验的大卖场业者是讲，袂无介意个人中者就业，因电脑更较有工作热情。他们对于责任感，然后还有企业的专业度，还有他们在对于顾客服务上面，他们是非常的有热忱。台东县消费处表示，今年头一届推测研发族就业课程，报名正踊跃，明年一定提高报名人次到25人，替较侪研发族找头路，嘛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在2023年，台中市环保局稽查发现讲，因排放的水违法超标4倍，罚款36万块。台电不好，认为讲采用的过程有问题，药品去受到污染，所以提出控告。怀疑最近是判台电胜诉免罚。台中市政府嘛表示讲，因未搁再上诉，会来加强采用的教育训练。用水桶伫放路口抢水。才甲水倒入采样板，规个过程拢照龙影做证。台中市环保局稽查人员伫2023年10月去台中迄流发电厂检测，
测到放漏水化学使用量超标4倍，甲台中罚36万。台电控告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勘验影片，发现采样有欠点，检体有可能受污染，判台电胜诉免罚。不是取样的东西去污染到，或者是取样的人的手指，或者是怎样去接触到那个样本，那个都是不是标准的作业程序啊？台中市环保局来检测的标准是原来标准的4倍之多哦，那个差太多了，所以我们当然是觉得有疑虑嘛。台电公司讲，台中市政府检测迄天无通知电厂的人来现场，影像内底稽查人员的镜头啊、甲水桶大拢有吸着水，而且稽查的结果甲台电所证实的检测仪器数据差伤多，所以有疑虑。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讲，采样爱看现场来判断使用的工具，迄天会当用卡仔来采样，避免去吸着水。尊重法院的判决，袂阁上诉。稽查员可能就是有在系带跟手指都有碰到水的部分，我们为了确保采样的公平客观性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不会再针对判决不会再作为一个上诉。市政府强调讲，中迄2018年废水超标14届。依法处罚累计超过8714万，今即摆采样的过程有问题来败诉，后续会列做内部教育训练的教材，全面强化采样的过程甲样片保存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但那时风台造成台南沿海的灾情真严重，3个月过去了，这嘛是个变少。也毋过所传出讲有业者违法甲一寡需要废弃物再来载库弹，嘛互台南市的环保局抓到了，已经移送法办，上济协防判5档的有期徒刑，罚1500万。但那是风台对台南造成的灾情已经超过3个月，不过各区的修复作业加清运工作还阁继续。为了要有效管理废弃物，台南市环保局伫后壁乌树林设大型废弃物占地区，不过最近发现有车对非法占地点载废弃物，对防灾清运车队入来倒，好佳在稽查人员及时发现。假借灾区拆除建筑物的名义呢，将非法弃置的这个事业废弃物混杂进入我们这个暂存区，因此呢，我们也依照废清法来进行移送司法检调来进行侦办。自9月开始，防灾废弃物占地区就已经全面加强现场的管制。若是查到非法载运，或者是无程度处理所有物件，将会依照废清法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让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罚金。另外，废弃物占地区现场废弃物是蹲甲规堆敢若山地，市府即马也无结束的市场规划，地方希望赶紧结束。希望讲呢，拜托咱环保局者呢。既然会让10月底才能结束告一段落，因为阮的里面最烦恼的讲，这树蛙是毋是会迄个沼气的自然会火烧？这物件固料发酵的臭，会影响到阮的身体，阮里面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希望讲咱市政环保局这边呢，尽量尽快做这连工，看要清这物件要以最终的所在咧处理。另外，环保局也提醒民众，若是拆受损的建筑物时阵，应该确实分类，委托合法清运业者处理。而且，伫咧来源证明单顶头，要详细写好清楚清运的地点、废弃物的种类，千万唔通乱写，想要准过，大家做伙维护环境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太保市公所提案要破坏3000块的防灾补助金，9月初提出追加预算，也毋过代表会是无通过哦。有7名代表甲民众去代表会定情，望讲当赶紧搁来开临时会来审议追加预算案。嘉义县太保市的7名代表甲民众向代表会来定情，希望代表会赶紧开临时会来审议公所9月初9规划普发甲其他灾后复原经费的追加预算。定情的代表指出，公所提出的是预算案，要3读通过。不过代表会嘛提资料出来讲，表示公所的文是用电付来申请，嘛早就通过。伊像阮主席讲的是讲拢通过，问题是敢若2读没有3读，这是预算案，不是电付款。依照公所提请的案件，他说由社会课提请代表会垫付后支应。那我们11位代表也都同意支付了，所以我们希望公所能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把
这个钱到位，发给民众。市公所表示，如果当有讲审议实施的计划通过了后，要用追加预算办理，但代表会无三读通过追加预算案，佮无愿意开临时会来审议，则影响到在友的要发放的时间。代表会就表示，1/3的代表人数就会当调开临时会。法条都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我们送的是预算案，那你预算案你否决，你又要去请示，当然我们尊重，但是无意就是过程中，你就是拖慢了我们整个行政流程、发放流程。咱就拢同意电务这个3000个地了通过啊，11个代表拢有同意，啊，即马搁咧烦啥物？都通过3000个早，8月12日拢通过啊。太保市是专家机关，上早讲要发灾后补助的乡镇，但是即摆因为公所甲代表会对提案条文的科目有无共的解说、无共识的状况之下，嘛可能会影响到太保市在友的暗算要来发的灾后补助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占地70公顷的高雄高岭自然公园，今仔正式对外开放，也毋过头一日就发现讲园区有告示牌互破坏，有人甲禁止带动物伴的字看掉。已经队员穿着色牌制服，徛尾伫园区巡逻掠规规。高雄高岭自然公园伫双十节即天正式开放，占地70公顷，保留原地山丘地的景致，吸引侪民众来行踏。基金队讲早起无发现违规，不过记者煞伫园区发现告示牌互用刀啊破坏，而且破坏部分真具针对性。这一个敢无这种挂，拿刀啊挂，这嘛有一个挂痕，系啊，挂痕，所以这有人雕工的用的对啊。应该是有人想带宠物进来，然后人为把它刮除，在抗议这样。请勿任意破坏公园相关设施，如违反，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公园处呼吁破坏公物的行为实在不可取。高岭自然公园开放的头一天，人多车多，不过民众拢也算守规矩。不离高园区实在伤大，各大所在拢生甲真相像，有民众行来行去扫无脏，建议爱增加路线方向的指示牌。它虽然地上有写1、2、3、4、5什么几个洞，我们哪知道？我们进来的时候就没有哪一个洞都不知道。就是那个标示要清楚，因为我们对那个地图和方向感不是很好。就是来做巡逻，不分区的巡逻，啊，是说看有迄个民众吼，带迄个狗仔伴、猫仔伴，啊来遮迄个违规安尼。除了公告的8种管制规定以外，园区内底插伫高岭的鸡仔嘛袂使乌白夹起来耍。市府表示，高岭自然公园有真侪珍贵的鸟类生态，禁止动物派规定，希望大家会当好好来遵守，共同来保护这个真无简单、才建立起来的美丽环境。记者高雄用高雄场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